that you love me. Darling, you don't have to say it. You know you can trust me. It's okay, it's complicated. A reverse trip over my world. You're so pretty, it hurts. Baby, I'm yours. Baby, I'm yours. Baby, I'm yours. 不够。차가워진 공기만 져도 这样才 사로잡아버린 够。 내 턱 날카로운 숨소리도 가른 빌 듯한 눈빛도 H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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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잡히지가 않아 沈舒然，我是谁？不重要。我是志恒，姐姐。怎么1年了，还是反反复复做这个梦？一定是乐队巡演太紧张，太忙了，没休息好才这样。喂，请问是池恒的家属吗？我不是。池恒的紧急联系人只填了你的号码。他是京都傅家的孩子，我给你傅家联系方式啊。你赶紧来海城第一人民医院，池恒出车祸了。车祸？他现在怎么样？他挺严重的，已经快过来了。怎么样，恒哥，还满意吗？不想死就让吧。我去，对自己都这么狠。送我到医院去。姐姐，我来亲我。池恒，你怎么样？姐姐，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那你怎么自己坐在外面？因为我在等你啊，姐姐。沈舒然，我一直在等你。我在国外跟乐队巡演，一直要那小姐姐回来了。知道吗？2013年9月15天，你为什么连我的成年礼都不来？
我你不是要跟你打钱？申叔，除了钱，你有没有想过我一点点？我觉得我是弟弟，我要姐姐哄我。弟弟想姐姐怎么哄？我受伤了，我要你亲自照顾我。我好晕。你先犒赏待会儿，我去开车。你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就是为了把你姐骗回来。我不这样做，她怎么能心疼我？还有，她不是我姐，她是我女人。你的女人？她不是傅家给你哥定的童养媳吗？如果我哥要是死，那她就是我女人了。怎么长这么高了呀？20岁还长个儿啊？我21了。21还是个小屁孩。小屁孩，你确定？志豪，起开4年前，我就占有。是个男人。是个男人，可以谈恋爱了哈。水里这么多女孩，你有喜欢的吗？没有。不要每天死气沉沉。喜欢什么类型？姐姐。我喜欢姐姐。比我大的姐姐。这小屁孩认真起来还挺唬人的。要不然，过来。志恒，你干什么呀？我脱不了，姐姐帮我。紧张什么？又不是没看过。这能一样吗？你那时候才7岁。你记得？好了，你快去洗吧。
啊，我就喜欢大的、持久的、够猛的。年龄呢，越小越好。哎，一定要够大，有合适的，记得让我去试试。姐姐，我的也很大，要不要试试？姐姐，我的也很大，要不要试试？我说的是电车。真的，我想买台二手电车，一定要空间大，续航久，动力猛，使用年限呢越小越好。你说的是电车，我说的是衣服。姐姐，今天晚上只能穿这件衣服睡觉，你试一试，会不会太大？ I don't wanna fight your shit. Baby, back it fast. Like I say I do. 怎么还没穿衣服呀？感冒了怎么办？傅林哥，回国了，在哪呢？我叫人去接你。没事儿，我在。小然，你怎么了？啊，没事儿，我不小心摔倒了。你回来的正好，后天啊是父亲的寿辰，你记得过来。父亲会宣布我们订婚的消息。石恒，大哥放心，我会送沈诗文回来。石恒，你怎么跟小人在一块儿？你是不是又认识了？喂，爱了坏了走了错了哭了痛了累了倦了困了烦的乱的冷的都放开我！疯的想的念的不懂的焦虑的复杂的梦过的拥有的失去的怎么忘了发什么神经啊！放我下去！石恒，放我下去！沈诗文，你不能跟傅林结婚。傅林是你哥，我是他的未婚妻。姐姐，可是你3年前我在我背上的时候跟我说过，你不会交给傅林。我不要。你不要什么？小红，我不要嫁给傅林。我知道。不会。我那时候喝醉了，不能当真。真的不醉了。哦，可是你每次撒谎的时候，眼睛
都会照三下哎。所以呢，是吗？我跟他的婚事是我父母在世时定下的，我得遵守。所以池恒，你记住了，我是姐姐，也是嫂子。是梦的直觉，哦，冲破边界。那就父亲寿宴见。姐姐，你在想妈妈吗？吃个糖就不难过了。总是你的侧脸，我也想妈妈，想妈妈的时候吃颗糖就不难过了。好像没人能幸免。甜吗？留颜色不疼，姐姐吃糖。你喜欢我吗？甜吗？甜。我曾问过你吧，你会没回家？纸条拆开了吗？哎呀，花小姐，你回来啦！甜妈，叔叔阿姨呢？父亲这么不喜欢这个礼物，还好，它只是个赝品。打死那天就该把你掐死！振川，别生气了，再气坏了身子。这有什么事儿，关他禁闭就行。阿姨，你真的以为父亲老了吗？他最近玩女人，都喜欢玩成对的。阿姨，你最近找小鲜肉，也都是3个起点。 I've seen the world, done it all, had my cake now. Diamonds brilliant and Bel Air now. Hot summer nights, mid-July, when you and I. 你会打死他的。 바람에 날려 꽃이 지는 계절은 아직도 너의 손을 잡은 듯 그런 듯이 吓到节奏了。 그날의 노래가 바람에 실려오네 软软，快起来，太早了。叔叔，这是我在国外巡演的黑胶唱片，希望你会喜欢。好呀，只要是你演奏的，叔叔全都喜欢。然然，阿林特地找人给你定制了大提琴原色的项链，阿姨带你去试试。谢谢阿姨。哎，叔叔也一起吧，刚好好久没见了。好呀，混账东西，滚回你房间去，禁足24小时。走。你跟阿姨讲讲你演奏的事情呗。好。难怪他们想让你做富家的儿媳。
完整的睡眠。小航不哭，小航最乖了。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好。姐姐，小航。该不该挽留，让你痛到失去了语言？我心里却飞哭时间，依旧是倔强的少年。我要张开我怀抱，变成你城堡，只有你是我的解药。让开门，是我。让是我，开门。你怎么样了？沈书人，你怎么忍心要我等这么久？我太久没翻车，折腾了很久。哎，你要松手？你是考拉吗？我疼。谁让你惹叔叔生气的？你不知道自己先止血啊！我不会。起来，我帮你。城市吹来的风，不是我借的，跟自己弟弟有什么好生气？放下去！疼。你是小孩吗？疼就抱人。不可以这样。是因为弟弟。我说，弟弟怎么会对姐姐做这种事？沈书人，我再跟你说一次，把我当成一个男人看待。是我能进来吗？谁？是我能进来吗？躲什么？不能让他发现我在你房间。怎么了？你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没有，我是过来帮你擦药的。那不就好了？求你了。求我？为了他？哦，你打算怎么求我？帮我养活姐？
哥，我现在不方便，我在忙其他事情。好，那算了。我听说你跟父亲吵了一架，所以想来看看而已。你见过舒然吗？啊，我去了他房间，可是他不在。我哥一回家，就先找到你，然后再来找你这个快被打死的亲弟弟。你开心吗？说话，你开心吗？不说是吧？我自己去问。啊，不要！ Wake me up, won't you wake me up? 小然，你们这是？林哥，那个姐姐来给我上药，傻乎乎的，不走门，非要走窗户，可能是怕我死了，没人给我收尸吧。确实，只是消了毒，还没有完全处理好。那我们继续了，哥。处理完，记得早点回去休息。哥哥，就不能叫傅岭吗？几岁了？强行装嫩。自己擦药吧你！再翻你床，你个底线！吃书人倒也不错。跟我说要不死，那她就是我女儿吗？是不行。阿姨，这套礼服太贵重了。这件礼服配了套男款3B色西装，是一对。我已经让田嫂给阿玲送过去了。傻孩子，你给我们阿玲多般配啊！阿玲这孩子沉稳寡言，阿姨和叔叔倒是很希望推你们一把。啊，宴会要开始了。阿玲，你来了正好。冉冉准备要换衣裳，你怎么还穿着衬衣啊？我现在就去换。冉冉，一会儿见。你看我们阿玲多喜欢呀！冉冉，今日寿宴贵客云集，你和阿玲的这套礼裳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吧？阿姨是真的很希望你能嫁到我们家。阿姨先去接待客人了，一会儿见。
你还真敢穿。世豪，你来干什么？想姐姐了？好看吗？你已经看很久了。世豪，现在不是你闹的时候，待会儿傅叔叔又要打你了。我说你穿这身不好看。世豪，你有什么打算？你干什么？你猜会不会是父母？太年轻了，不像是。小然，需要帮忙吗？我不小心磕到了，一会儿就好。不行了，穿着这件衣服，昭告天下。是阿姨给我的衣服，我有什么办法？要是你有这件该死的衣服，你还会嫁吗？衣服嫁了。小然，把门打开。小然，来人，把门撞开，小姐出事了。我不要，我的衣服脏了，得重新换一件。好，我在宴会厅等你。现在衣服脏了，我没有准备其他衣服，怎么办？我准备了。原来你早有预谋。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姐姐，这是让我给你的衣服，我在宴会厅。Sometimes the forest gives me the relax. You have to be strong. Would you think I'm brave? 这怎么换了一件衣裳？哎呀，真是可惜了，这郎才女貌共同入场的机会就这么没了。抱歉，阿姨。叔叔来了。这女的谁呀？单小姐，今晚的主角可不是你呢。
爸，生日快乐！这是我的朋友石佳雪。叔叔，生日快乐！多谢多谢。都说盛家姑女是富家长子的童养媳，没想到傅玲急着带着别人女人出席，这到底是要打谁的脸啊？八成啊是妾有情，郎无意。施小姐可是大剧院首席大提琴手，盛小姐还是差了点儿。妾有情，郎无意。盛小姐，盛小姐是国家著名的大提琴手，你们之间是否存在竞争的关系？申小姐，外界一直传闻你是傅家的童养媳，你和傅少爷的婚事是不是已经作废了？来，要问那边。诸位，吉时已到，下面我们有请傅先生切蛋糕。老何，过来，过来。这私生子要上位了。哥，该让让了。哎，对，来，3、2、1。诗恒，你终于可以站在光下了。干什么？哎呀，妹妹怎么这么不小心？该不会是领哥选了我当女伴？你是一买醉喝多了吧？领哥说这是傅伯母特意定制给儿媳的呢。是吗？那这条项链，那它也挺不值钱的。哎，盛小姐为什么要推我？哎，盛小姐为什么要推我？盛小姐，你不能因为领哥更钟情我，你就让我受伤吧！这屁吧你！我帮你把戏做得更真实一点。不好意思啊，手滑了。弄伤脚了。没事吧，小雪，没事吧？领哥，伯父，这就是傅家的待客之道吗？臭小子，看看你把我的生日宴都弄成啥样了！抱歉。傅林，送沈小姐去医院检查一下。好。大伙别因为这个小插曲扰了自己的好心情，宴会继续。二少爷少年英才，以后多多关照。多多关照。谢谢。
只要清楚曾爱的那么深刻，不追问知不值得，我的快乐会回来的。你这是怎么受伤了？谁给了谁的选择？谁知道呢？可能是猫挠的。我送你回房间休息。干什么呀？让我放我下来！有什么好怕的？你才刚得到副驾认可，你不怕全毁了？在担心我？我是你姐姐，当然担心你了。我说了，把我当成一个男人。送施小姐去医院。傅林，你不陪我去吗？我叫你来是自己认输的，不是叫你来搞事的。你们在做什么？志涵，把他放下。姐姐喝多了，我送她回去。哥哥，你什么时候连这种小事儿都要管了？我再说一次，把他放下。姐姐，看到了吗？他不想跟你走。哥，还是陪你的女伴去。还是顺毛好看，真可爱。戒酒消愁。哦，石家轩也配？傅林今天没有穿沈曼莲准备的衣服，还带着石家轩上演故事，就一点都不难过。我难过的是我的礼服被弄脏了而已。看着我，舒师傅。是，我是难过，我只是没想到我父母的遗愿竟然成了我10几年的枷锁。凭什么他带着别人入场，大家就跟看可怜虫一样看着我？凭什么他们会觉得我因为这点小事就会难过？对，谁都没有资格评判你。全世界不是只有傅林一个男人？对，傅家也不是只有他一个男人。他不去，我去。小恒，
你真好，居然愿意为了我牺牲自己。姐姐没有白疼你。那姐姐可不可以再疼我一点？我还不够疼你啊！我的工资都舍不得花，全都给了你。这都不够。你还有什么？我要你，小舒儿。好。好。漫过感情。姐姐，清醒了吗？有啊。你昨天晚上答应我的事情，还记得吗？答应你什么事？算了，反正这也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秘密。父亲，傅振川，没经过我的允许，竟然随便带一个野女人回来，我警告你啊，赶紧给我断干净，否则我就弄死他！现在，常州集团作为一个新起之星，眼看着就要超过我们振川集团了。你要实在没精力，就说，我让你弟弟进入集团辅助你。知道了，父亲。还有你，赶紧把海生那个破学校给我退了啊！要么回来学新能源，要么滚出傅家！然然，什么时候回海城啊？乐队要集训，我今天下午就回去了。傅林，送他一下。叔叔，我别担心，你是我们傅家唯一承认的媳妇，放心吧，叔叔替你撑腰。只要敢不娶你，我大断他狗腿！我不同意。叔叔，是我的。我不同意，申书然是我的。小子说什么？我说，我反对傅林娶她。你太过分了，就因为讨厌我，不让我进家门是吗？
志恒，不要为了我放弃在傅家的前程。难不成真想嫁了？志恒，你再逼我，我可就答应了。威胁我？你对我有什么意见？我们私下再沟通就好。既然姐姐不开心，那我不提便说。哎呀，那小子能有啥意见呀？别管他，在这个傅家还没他说话的份儿。吃饱了？你不用了，哥。你忍心我再给父亲打一顿？那就麻烦了。小树，傅领去海城了，给他找一点麻烦。姐姐，你怎么回来了？赤痕，你怎么跟来了？赤痕，你怎么跟来了？他因为我最近一直住在这里啊。他在这儿借住几天。很晚了，那我就先回去了。你是该走了。这里只有一双能使独行，我的马，哥插不上。小痕长大了，你们要注意边界。小痕，穿上吧。小叔，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办。舒然，今天跟你说的事情，你考虑一下。好，我会的。你为什么说住在我家？我跟室友吵架了，没地方去嘛，只能住在这里。我觉得傅领哥说的对，你刚刚说他让你好好考虑一下的是什么？哎呀，你这个松手，能不能好好说话？松开你就不好好说话了。等你说完我就松开。谁把你养的这么无耻的？姐姐养的。你快说嘛！傅领哥，傅林说希望我顺着叔叔的意愿，假装跟他交往。
交往，交往，假装交往而已。孙手疼。姐姐，你昨天晚上也跟我说要跟我交往。我说的。是啊，你还说想跟我试一试。不可能！你扯开我的领口，问我敢不敢？那你觉得我会拒绝你吗？喂，立刻过来公司。好，我知道了。好了，我骗你的。昨天你喝多，倒头就睡了。好了，我要回寝室了。那个，跟同学好好相处啊，不要打架，照顾好自己。还有，你衣服穿反了。知道了。陈淑然，晚安。完了完了完了！小韩长大了，你们要注意边界。喜欢什么类型？姐姐给你介绍。我喜欢姐姐。林渊，明天中午有没有时间？小叔，你迟到了3分12秒，堵车。哼，是堵在你姐姐家门口了吧？千树啊，我要的是能够咬死傅振川的狼，不是发情的狗。Wake me if I'm dreaming tonight. Let me hold those demons inside of your eyes. 'Cause I know in the morning you'll be good as running.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Take me down under just one more time, please. 振川集团是传统制造业，想搞新能源，也得先分清锂电池和氢燃料的区别吧，不足为惧。我不赞同。他们正在挖我们3名核心物质，他们手里掌握着技术参数。给你庆生，不准不来。
石头，这事儿你怎么看？哦，让他们走。石总，他们手里有燃料电池的数据。参数今晚会变，旧数据正好喂给郑川。原来车总早就年纪轻轻，城府如此之深，还好不是敌人啊。林渊，这位是我弟弟石恒。小恒，这位姐姐啊是林渊。弟弟好呀。不是你让我来的。刚好林渊也在约我，这不就凑一块儿了。弟弟，要不然先点菜吧。不用了。走，换一件。我弟弟从小洁癖，不是针对你，他对所有人都这样。你们是亲姐弟吧？所以你也姓盛，盛池恒。也可以这么叫。你觉得呢，姐姐？啊，弟弟是在海大读书对吧？读的是什么专业呀？啊，他读的是金融学。正好，我爸是瑞丰银行的行长，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引荐给你。姐姐，这个女人刚刚讲到我。啊，不小心碰到了，抱歉，我先去趟厕所。姐姐，弟弟是本来就不爱说话吗？别看了，你姐姐已经走了，这不是有我陪你吗？说什么？你不想说吗？我了解。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
不好意思。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我？错在你不自量力，觊觎。是你姐姐喊我来的，是她要撮合我跟你的。我跟他的账，我回去慢慢跟他算。石恒，干什么呀？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走了？说话！我肚子疼，别叫我回来了。你就这么想让林渊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啊！我没说在一起啊，就让你提前多接触接触异性。我问你，我跟他上过床，你也无所谓啊？谁说上床了呀？不能多了解了解彼此吗？你今天没看到吗？他眼神都要把我给吃了。你不在乎是吧？好啊，你把他推给我，我去找他，我现在就去找他。你还这么想？怎么思想这么龌龊呀你？沈舒然，你犯规了。犯什么规？不许说我小！我上次警告过你。沈舒然，我再跟你说一次，让我当着一个男人看的，要不然下次就弃你这里。所以，你给我受伤。Vicious, you got me. Still, I can't believe what you say. Breaking at the knees. What will沈舒然，你这别给我恨了。如你所愿。It's a long, long way to go. It's a long way down the road. I spent long, long night to find 石少，你不缺钱的事儿打算瞒到什么时候？你姐知道了会发红的。我没有想要瞒他， there are 只是想活成他喜欢的样子。 about me, about you. 那你现在要干嘛去啊？去做他想让我做的事情。石恒，这还是那个穷酸小子吗？林渊，你要干什么？谈一个。我干了，你随意。石少，我知道你谈恋爱了，你姐不理你很过分，但你不能折磨我吧？再干一杯。
又不喝，这都快喝中毒了。说你也是笨，那你姐不找你，你不能传个局去找她吗？李渊，叫你乐队的人一起出来玩呗。盛出然，切，苗，变绿。有没有？哎，你只能出绿色。只能出绿啊。这不是舒然的弟弟吗？跟林渊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池恒。现在衣服脏了，我没有准备其他礼服，怎么办？这不是送我的那条裙子吗？好巧，你也在，姐姐。啊，咱玩个游戏吧，正好带弟弟熟悉一下我们乐队。嗯，就玩我有你没有，规则很简单，有的就折手指，最后谁剩的手指最多，谁就被淘汰。好，我先来，开过跑车的折手指。哦，下一位。到我啦，有喜欢的人的，折手指。舒然，你到底有没有喜欢的人啊？没。跟在座的人上过床的，折一根。跟在座的人上过床的，折一根。我跟他上过床，你也无所谓。谁让你上床了呀？不能多了解了解彼此吗？天哪，还是弟弟够野啊！这简直就是弟弟给林渊的官宣嘛！舒然，你没事吧？抱歉，我去。哎，咱们继续啊！来啊！池恒，游戏开始了，别走神啊！去趟洗手间。你干什么去？那我们……哎，你玩游戏为什么总说谎？多没意思啊！你到底哪句真哪句假？
一个甲，2个针。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都不说等等我。好烦。我们都出来玩了，不应该高兴点吗？你也会。不好意思啊，我们不知道里面有人。不好意思啊，我们不知道有人。要不别游了，走吧。下来。你弟弟都邀请了，那就无所谓了。走。谁这么让你放弃他呢？别当朋友这里，是你自己补偿我。行，知不知道？怎么？除非你原谅我。是输了，不是跟你说的错误吗？跟你人在一起，为什么还是那么亲？你跟别的女人上床关我屁事！滚！我从来都没有碰过他。刚刚玩游戏你能不能掰手指？谁规定玩游戏一定要说真话？真真假假，分得清吗？那你还让他穿我的裙子？吃醋，你吃醋。是的。那你还让他穿我的裙子？吃醋。是的。我没有。我呢，只会对你对你生无所谓，所有东西。走开我！这什么情况？哎，你们干什么呢？我们当然是在。闭嘴！你话不来。好，答应。没什么，我们刚刚。干什么？我刚刚不小心顶到姐姐，我回去揉一下。这什么情况？他们不是姐弟吗？对，怎么怪怪的呢？
出去。说话不算话，算什么姐姐？臭小子，怎么说话呢？我说什么？顶到姐姐，不是很正常的话吗？是你自己思想龌龊。石恒，陈淑然，你只是想让不要不理你先把衣服穿上，我再跟你好好说话。快去！就算你不穿，我要穿。孙淑然，个骗子！去哪儿？酒店已经没有多余房间了，难不成你今晚还有其他地方住？可老板不让你操心。你既然这么厌我，为什么要跟我谈？又为什么要跟我来团建？我只是想哄盛淑然开心。什么？姐姐，旁边这个女人用脚撩我，一个假，2个真。要不别游了，怎么办？笑了。原来如此，跟我喝一杯吧。喝完这一杯，以前的一切我都不追究。下次放催情药的时候，要选择无味无色的，这样才不影响红酒的口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算了，林莲把他留下也挺好。谁？石恒，发什么疯？怎么从阳台跳上来？摔死怎么办？你给我开门！怎么这么烫？你给我下了催情药。走，去医院。姐，想要，非常想要。先去医院。这荒郊野岭，哪里来的医院啊？姐姐，我快被撑饱了，帮我，求求你冷静一点，你不是真的想要，你是被药物控制。我去给你倒杯水。都这样了，你都不愿意帮我，姐姐，就一下。不行，我是姐姐，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不许走，
留下来陪我。之后，你发什么疯？难受，特别难受。这药真的会死人吗？难道真的只能那样解？我忍不住了。小何，你很难受的话，我可以帮你。瑶，你现在怎么办？会不会疼死他？可以的。徐主任，你可听好了，这次我饶了你。石恒是不是有暴露癖？你怎么不穿衣服呀？习惯就是。干嘛？有事情。我不习惯这样睡。我刚放过你，你给我点甜头，还是说你也继续？石恒，你知道那晚在浴室我有多生气吗？我知道，所以我去找了林渊。不，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你说，我听着。我觉得你不尊重我，包括现在。我没有，你是我的一切。强吻就是不尊重。不喜欢。不喜欢。好，那我现在我可以吻你吗？不可以。你看，我尊重你了，我问你。我也回答了，不可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问你。池恒，好，现在不可以就可以。以后总有一天可以的。
你又是谁？不重要。是我，池恒，记住了吗？池恒，池恒，池恒，其实呢，怎么了？没什么，就是很普通的梦。可是我听到你在喊我名字，听起来好像是没有，姐姐，你这样不尊重我。闭嘴！我没有。哦，姐姐说没有，那就没有。喂，舒然，我来海城了，你怎么不在家？小恒也不在学校，你们俩在一起吗？傅林哥，真够俗的，临时准备的。舒然，你和我从小一起长大，你愿意？他不愿意。池恒，你给我让开，我在向我的未婚妻求。你叫他什么？需要我当你的面再说一遍吗？未婚妻。傅林哥，对不起，我不能嫁给你。你在说什么傻话，舒然？我是你最好的选择。不好意思，如果你认为施嘉璇在耍脾气，那你放心，他不过是你的替代品。你有喜欢的人。傅林哥，我把你当做家人，没有男女之间的感情，这样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我会去找叔叔说清楚的。他也来海城了。如果你真的不想结婚，可以去这个地方找他。废物！你从常州挖来的工程师带来的参数是错误的，现在整条生产线全都报废了。
如果在股东发现之前还补不上这个窟窿，老子就要被踩死了！对不起，父亲。对不起有个屁用！圣托基金呢有3个亿，只要你跟冉冉成了婚，3个亿全都是你的。可是你呢？你连个求婚都办砸了。沈舒然不愿意，我已经把酒店名片给了他，相信他会来亲自跟你解释的。真是废物呀！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修不好那条生产线，老子可以让恒儿接替你的位置。横竖都是替死鬼，威胁不到。我知道了。滚！先生，他走了，可以动手了。滚！迟恩，我就不该让你活到现在。只要你跟冉冉成了婚，3个亿全都是你的。只要你跟冉冉成了婚，3个亿全都是你的。想尽办法让姐姐当儿媳妇，原来还有这层原因。池少，已搞定。记得问傅振川要尾款。要是傅振川知道自己雇的人废了他最爱的种子，他会怎么想？早就说过了，如果我哥死了，那他就是我的了。冉冉，阿姨，傅林哥怎么样了？醒了，大医生说他可能半身残废。他好端端的突然要去汉城出差，是去的时候好好的，这回来怎么就惨了呀？冉冉，你去看看他好不好？
他现在谁都不见，我想只有你能接近他。好的，阿姨，你先去休息，这里交给我们。出去。傅林哥，我带池恒过来看一下你。小恒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喜欢黏着你。哥哥还是跟小时候一样，这么让人讨厌。怎么跟你哥说话的呢？哥，你别动，我们自己招待自己。傅林哥，喝点水。谢谢。干什么？帮哥试下水温。哥，我来喂你。谢谢。小安，你这是做什么？石恒，不要管他，是我不小心。怎么回事？石恒，你到底想干什么？他不管怎么说都是你哥。盛舒然，你就这么圣母吗？就这么圣母吗？只要有人说，你眼里只有他。安静，病人需要休养。没事，有然然在，我的伤都不痛。然然，从明天起我就要做康复体检了，你能陪我吗？真不巧，明天一整天，姐姐都要替我补办生日。那个确实挺重要的。那今晚呢？今晚可以留下来吗？我怕这针头掉了，我又没办法按到呼叫铃。行，傅林哥，我留下来。你发什么疯啊？这针头不是我拔的。哦，我知道。你不知道，是他自己拔嫁祸给我。傅林哥不是那样的人，也没有理由这么做。什么意思？我是那样的吗？当然不是，你在姐姐心目中啊是最干净的。好了，他是病人，对他耐心一点，好吧？还有，我什么时候说要给你补过生日了？是没说过，但是我生日那天，你把我推给了林渊，这件事情让我很不爽，所以你要补偿我。好，明天补偿给你。有礼物吗？
还没到明天呢。你这样不真诚，我现在就要。那给你画个形儿，明天给你买食物。哪有人在手上画戒指的？反正也画了，擦也擦不掉了。明天晚上我要看到他。还有，我要看你穿旗袍。我18岁成人礼那一天，你本来想穿，却没穿那一件。作为补偿，我要看。那要是明天什么都没有怎么办？任你处置。你说的，不许后悔。你怎么报复傅振川，我都不管你。但是我说过，除了他，不准对傅家任何人下手。可明明是傅林先招惹我的。傅振川差点就查到你身上了。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善后，想要女人，就应该像男人一样去争取，而不是背后搞动作。我不需要你替我善后。嘴硬。你是我的棋子，就算是毁了，也是因为我不想要你。小叔，你有软肋吗？你有软肋吗？没有。啊，那可真是太无趣了。子恒，如果盛舒然是你的软肋，那我劝你趁早把它拔了。断了的肋骨会刺入你的心脏。要不是因为盛舒然，我怎么能心甘情愿做你的狗？过来，230过来！略带刺激，大哥，老翟要是知道你会麻烦的。小叔，我愿意做你的狗，但我求你护住盛舒然。我能活下来，都是因为肋骨保住了我的心脏。
I could have told you that I was born to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널 향한 심장이 멈춰지지가. 双腿多处粉碎性，膝关节粉碎性。即便做手术，双腿站立起来的可能性也不大。这怎么会是这样啊？家属，尽早做准备吧。怎么会把你装这么严重？他怎么敢？爸，如今我已经废了，我更不能强迫舒然嫁给我。资金的事，我会另想办法。不行，她必须成我傅家的媳妇。郑川，你不能……没有什么不能。然然心软，你让她可怜可怜你，一定要求她嫁给你。郑川，行了，这是没别的选择。叔叔阿姨。 叔叔阿姨，怎么吵架了？没事，然然，你怎么穿这身衣服来了？今天呀，答应帮池恒补过生日，他要求穿的。依我看呀，他就是故意折腾你玩的。 怎么了？不好看吗？没有。你穿这身很漂亮，妈妈也是被你惊艳到了。啊，对对对，你长得漂亮，穿啥都好看。傅林哥，给你炖了鸡汤。谢谢。哎，这快成两口子了，说什么谢谢？以后呀，你加倍对人家好点就行。我不会娶舒然的。 你什么？这是亲事，可是我跟他父母定下的，可由不得你说了算。叔叔，这事跟傅林哥没关系，是我自己。然然，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没有任何人能欺负你。赶紧把你刚才那话收回，赶紧跟他道歉。我已经站不起来了，我不想耽误他。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如果手术实在失败，截肢，带上假腿，那总能站起来了吧？ 我拒绝。你行啊，你这个逆子！我告诉你，如果你真不愿意，你去跟他父母说去。儿子，你干什么呀？傅建成，你想逼死我儿子吗你？妈，我已经废了，你们也不要再逼然然了，让我去死吧！不要，然然，阿姨求求你，求求傅林。妈，别逼然然。 我家。谢谢然然，我知道委屈了你，我保证，只要你不同意，我绝对不会碰你，还是。 把你当做妹妹一样看待。等我爸不再那么执拗了，你要是想离婚，我们随时都离，我绝对尊重你的意愿。傅林哥，叔叔也是遵循我父母的遗愿，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还有，你以后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儿，刚才把阿姨都吓坏了。好，我答应你。然然，你对这身旗袍还有印象吗？好了，傅林哥，我先走了，去修手机，明天再来看你。然然，诗恒并非你心中想象的那样，他控制欲很强。我希望你不要被他影响。不会的，我走了。诗恒，你毁了我的人生，那我就毁了你最重要的人。小姐，这手机被装了定位了。能看出来什么时候安装上？芯片成色和手机主体构造成色差不多，恐怕一开始就装了。小姐，你这手机是自己买的还是别人送的？姐姐，生日快乐！这是我勤工俭学给你买的手机，你不要嫌弃。诗恒并非你心中想象的那样，他控制欲很强。我希望你不要被他影响了。诗恒为什么要这么做？姐姐，你在哪儿？在家。姐姐，记得穿旗袍，我很期待今晚的。志豪，你先出来，给你买礼物。礼物不着急，你先来家里。不行，先买礼物。好，那我去找你。这件旗袍已经修补过一次，怎么这么不小心，又扯烂了？修补过一次。你看这个线角藏得很好，不拆开啊，发现不了的。傅林哥，这件旗袍我穿过，对不对？当然，就在小恒18岁成人礼那天穿过，你不记得了？他的成人礼，我去过。怎么年纪轻轻记性就不好了？你那么宠他，他成人礼这么重要的日子，你怎么可能不在？你知道吗？等了你3年，9个月，15天，你为什么连我的成年礼都不来？这件衣服还是父亲特意找人给你剪裁的，你和小恒都特别喜欢，他一晚上都黏在你身边。吻我。
小姐，你没事吧？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把一切都忘了？姐姐，怎么选这家店啊？这家店看起来很贵。轩舒然，你怎么了？有点累了。我都说了，让你不要照顾傅林，他有手有脚，有爹有妈的，轮不到你。好了，今天是我生日，不提别人。姐姐，我们换一家。就这家吧。换一家。不用，这家店不贵，而且你也不适合学生生活。姐姐说的对，我已经是个男人了，不能带情出来。姐姐，你觉得哪个好看？这个怎么样？麻烦这颗包起来。女士，这款是情侣表，不单卖的，加上女款可以打7折，14999元，寓意长长久久。太好了，我们一人一个。不用了，我们又不是情侣。你再挑一块。姐姐，这是一块表，你弄清楚干嘛？当然要，我是你嫂子，要戴情侣表也是跟你哥戴。你不是说不跟他结婚了吗？怎么要嫁给他？我本来就是戴未婚妻，哪有这么多为什么？这块吧。好。所以对你来说，我跟这块表一样，有没有无所谓，挑什么款式也无所谓。沈舒然，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你是我弟弟，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这块表是姐姐送给弟弟的礼物。我不要了。这位先生，你他会买单。你不是说送我礼物吗？你买了，然后我扔了。沈舒然，你不会难受吗？我把我一切都给你了，可是你为什么都不正眼看我一眼？一切都给我了，也包括手机里的定位器和莫名缝补过的旗袍吗？你知道什么？你一直抱怨我没来参加你的成人，但是傅林却说那天我来了，还住了1晚，第二天没有打招呼就走了。之后，你嘴里有几句真话？这世上哪有弟弟监视自己的姐姐？我们俩也没有血缘关系，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做贼天。好，的确是我自作多情。下次见到我，叫我嫂子。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听我解释。石恒，你让我恶心。沈舒然，如果你不原谅我，我就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为什么你们都要逼我？但是我已经不在了。
같이 사랑을 멈추면命运도 멈추기一个人下棋，你还挺有兴致啊。叫人。小叔，说吧，什么事？傅家生产线被我废了，傅林的腿瘸了，为什么我还不能进入傅氏？你想进入傅氏集团，随时都可以，但我要的是傅振川求你。你这话什么意思？有我在，傅振川不敢借款，也不敢融资，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盛家留给他女儿的基金。不过我听说你惹恼了盛舒然，盛舒然和傅岭的婚期就在3个月之后。你越快拿下盛舒然，我就能越快的让你进入振川集团。我不想逼他，给我2个月时间。1个月，赶在傅岭有康复迹象之前。再锋利的刀，要是用的不趁手，也是废铁。1个月你要是做不到，我就找人弄死盛舒然。阿林这状态越来越好了，医生说再这么恢复下去，手术成功的几率还是挺大的。冉冉，这些啊都是你的功劳。傅林哥一定会站起来的。这就是我姐委屈了你。是傅家把我养大的。冉冉来了，我找大师算了一下，8月26号是黄道吉日，婚礼就定在那天吧。会不会太仓促了？不仓促，我跟你说，自从你踏入我傅家大门那一天，我已经开始筹备婚礼了。振川，这最起码也要等儿子站起来。哎呀，他不重要，重要的是冉冉。而且啊，8月26号也是我们振川集团成立25周年的纪念日，喜上加喜，无需在意。喜上加喜，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你来做什么？当然是来看望哥哥了。姐姐，先问候好了。好吧，你来的正好，我们集团已经接受了常州的技术参数，你呢，去生产线锻炼3个月，好好学习一下，以后我也好把这块交给你。生产线？我不去。说什么？说什么？我名不正言不顺，要是生产线那边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泄露什么秘密，我可承担不起。哥，你说是不是？让你接他的班都做不到，真是个废。接我哥的班有什么意思？我要接的是父亲你的班。吴正，你是盼着我死吗？不会啊，父亲年轻力壮，还喜欢做年轻人喜欢做的事，怎么死得了？叔叔，您先消气。还是冉冉明司礼。行，叔叔听你的。说话就说话，拉拉扯扯做什么？石豪，什么意思？
来吧，冉冉，冉冉，等等，别生气啊！我带你去选婚纱。别走啊，聊聊。好啊，说吧，有什么指教？你和舒然闹掰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希望你们快点和好。在婚礼上，我不想看着你不高兴。我很好奇，你是怎么骗他跟你结婚的？跟你学的，自残、装可怜，这不都是你惯用的手段吗？盛舒然虽然是圣母，但是你装多了，她也会累。可我不一样，偶尔装一下，效果显著。所以她现在，她整个人都是我。说如果盛舒然知道是你动的手，会怎么样？你说他会不会完全认清你的真面目，然后再也不理你了？小时候随便一句话都能让你爆发，长大了，没想到你还长脑子。哦，对了，你知道你妈妈为什么一生气就会打你吗？因为我告诉她，如果没有你的存在，她的生活会过得更好。还是长大了，你知道吗？不会让她嫁给你。你与其担心我，不如担心她。别忘了，父正正陪着你。请问需要什么款式的婚纱？量身定做，要最新的款式，用最好的料子。好。量仔细一点，我要让她成为最美的新娘。您对您儿媳妇可真好。那是当然了。哎。这个地方得量得准一点。哎，叔叔，我自己来。叔叔，我自己来。哎，怎么还喊叔叔呀？该改口叫爸爸了。哎，好嘞，马上回去。公司有点急事，我先回去一趟。你慢慢挑啊，挑最好的，所有的费用全算在我账上。乖儿媳。谢谢你啊，我自己再看会儿。好。盛舒然，你可真厉害，让傅家3个男人围着你转，连试婚纱都要公公亲自陪着。林渊，你胡说八道什么？少装清高！我原本以为你只是跟池恒一个人乱搞，现在发现你是跟傅家所有男人一起乱搞。你再敢污蔑我一句，我现在就报警。团建那天，我亲眼看到池恒进你的房间，一晚上没出来。
你说这不是乱搞，是什么？恶心！那是因为你给他下了催情药，我担心他才在那儿的。恶心的人是你。现在看来，你的乖弟弟也不是什么好鸟。他只告诉你他喝了催情药，可他怎么没说他明知道是有药，还故意喝下去的呢？不可能，他不是这样的人。怎么，你们姐弟俩玩弄我的感情，还怕被报复呀？我当时是真心想要介绍你们认识的。少装蒜！是池恒亲口告诉我，他和我在一起是为了让你高兴。你是他心中的白莲花，可他知不知道你是一条会发情的母狗？敢他妈打我女人！老公，他是拉大提琴的，毁了他的手。好啊！你他妈！我可不怕你，你不过就是富家不受待见的私生子罢了。我怕跟我老公可是银行高管，跟你们富家有频繁的业务往来。你要是敢得罪我，都不用我动手，傅振川先会打死你。好，在他打死我之前，我会先弄死你。小何，不要，我没事儿，让他们走吧。云，你最好祈祷他的手没事，否则我会让你后悔今天说的每一个字。滚！你到远去。小何，他说你明知有药，还是喝了，是真的吗？是。为什么？你明知道会伤害身体。我想你多心疼我一点。轻微骨折需要静养。医生，麻烦您给他也看看。我不用，我没事儿。你不配合，我现在就出院。这表，你送我的东西，就算碎了，也是你送的我。年轻人，命只有一条。这些都是那天弄的。我说过，如果你不原谅我，我就没有活下去的意义。我说的是真的，没有在逼你。哭了，知道你心疼。所以，你要靠伤害自己来让我心软。不想隐瞒你任何事情，我只是不敢让你知道真实的我。你跟我说过，你喜欢最干净的人，说我这里从我出生开始，他就已经烂了。是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是否该改改？沈夫人，从小到大，没有人教过我什么是尊重。你说我不尊重你，你不开心，所以我改。为什么给我手机，庄廷文？我只有看着那个红点，我才能忍住不去找你。但我向你保证，我已经不会了，我已经长大了。可不是自信。你不生我气了？谁说的？旗袍的事你还没交代呢。为什么我会不记得你成人礼的事儿？你给我下药了？被我说中了。整个傅家，除了我之外，你不要相信任何人，好不好？你不也傅家的人？我不幸福，我发誓，如果我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我不得好死。闭嘴！还有，你不要交代我。傅家让你着急过门，是因为你父母的离婚基金3个亿，这些钱可以救傅正山。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父母都是普通人。你父母和傅正山曾经是合作。8月26日是正川集团前身的奠基日，也是你的生日。傅正川的第一桶金是你父母死亡的赔偿金。他们或许真心待你，但他们算计你也是真的，所以我求求你了，不要跟傅林讲。叫你，我来帮你。志恒，我知道错了，你放过我吧。我爸是银行行长，你要多少钱都可以给你。挺敬业的，怎么有你这么蠢？爸，快救我！你个蠢货，你得罪了长春集团总裁，你还走我们家？爸，你搞错了吧？他就是傅振川的私生子，怎么可能是长春集团的总裁？给我闭嘴！每次都是我亲自接待的，怎么可能有错？林部长，看在你的面子上，我饶他一命。但你给我保证，他这辈子都不会出现在申书人面前。谢陈先生，谢先生，今天晚上我去通知主播啊，这是傅振川的受贿证据。你看，还不带着他滚？哎，好。哎，我伤了我姐姐，砍你2根手指，不过分吧？
明天我要进公司。你醒了？别烧了。姐姐，你还记得昨天有人答应我退婚的事情吗？别怕，我陪你。我来了，来，坐。你跟着干什么？当然是陪姐姐回来的，因为姐姐要和傅林退婚。退婚？不行，坚决不行！马上就要结婚了，绝对不能退婚！你这反应这么大，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对冉冉有所企图呢。闭嘴！冉冉，你必须要加入我们傅家。叔叔，对不起，我不想嫁。识好歹的狗东西！你还想动他？冉冉，你别怕，叔叔就是太喜欢你了，想让你永远都留在我们傅家。好，那我来娶她。凭什么？第一，我是傅家人；第二，我腿没瘸；第三，想瘸。你也配？父亲，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任由你抽打的小孩。父亲，电话响了。喂，舒冉现在是怎么会暴露的？陈舒然，不要催促。不行，绝对不行！企业重组必须是傅林。傅庆州，你这是在趁火打劫！不，除了傅林，我还一张牌没打呢，你给我等着！行了，今天的事先不提了，跟我来到书房。不，老子是在给你机会进傅氏集团，你敢跪下求我呢？要不是你大哥他……明天董事会我亲自接手。站住！傅振川，你这作威作福的日子，怕是要到头了。石恒，
你好不容易进入公司，这个时候不要得罪叔叔。他想伤害你，怎么可能得罪傅氏？那现在去哪？席地而眠。石恒，好了，你放心，这一次我会尊重你的意愿。第一步，先从牵手开始，怎么样？今天我就生产线报废的问题给大家一个交代。傅林轻信别人，严正失职，先给予他停职处理。关于生产线恢复的问题，交由我的小儿子池恒代为管理。副总，这次失误是你儿子造成的，生产线重启的资金总不能让我们企业垫付吧？放心，既然是哥哥的责任，那我自然会扛起来。你年纪轻轻怎么扛？不会是在吹牛吧？资金已经有着落了。我自己都不知道，你从哪里弄的资金啊？那自然是您这些年利用公务之需贪污受贿来的呀。你这个畜生！这个傅振川先生，有人举报你收贿受贿，且证据充分，请跟我们走一趟吧。稍等等，让我再说两句啊。这个你意思，你以为扳倒了我就能顶替我的位置吗？你做梦！我告诉你，你这样做只会让我们的集团被推掉。那就不劳烦您老人家费心了。有小叔的支持，我想在座的股东们都会支持我的吧。原来是你给傅兴洲给我设的局，陈豪，我才是你老子！给我等着，我不会饶了你的！好了，既然无关人员已经走了，那就让我们来聊一聊企业重组的事情。谁让你做了吗？你们干嘛？老头，您儿子让我给你带一份礼物啊！我们的生产线好不容易恢复运行，长征却用低价抢走我们所有客户，他们哪来这么低的生产成本？关键是下周的智能汽车招标，据说常州总裁会亲自莅临，常州看来势在必得。史代理，我承认你代理以来生产线恢复迅速，可现在正是证明你能力的时候，你倒是说句话。年轻人鬼点子多，陈总，你说说吧。既然没什么事了，大家散会吧。什么叫没问题？长征竞标的事还没解决，长征突然退出竞标了。现在还有问题吗？常州为什么退出啊？振川根本没有机会可言啊！
3年前，我在德国收购了一家精研公司，正好能补常州技术短板，作为交换，谁也不亏。姐姐，你怎么来了？来接你下班啊。怎么了？有事吗？啊，我乐队那边突然有急事儿，我过去一趟。好，那我晚上在家等你回来。阿姨，舒然，傅林哥，阿姨约我见面，他怎么不在？他知道你要来，就去买菜了。好，因为自从父亲进了监狱过后，傅家就破败了，所有的事情都只能他自己。你可以陪我去花园走走，我自己不太方便。好，谢谢。才1个月而已，家里怎么变化这么大？是迟寒。自从迟寒进了公司，和小叔联手揭露了父亲收贿受贿，父亲进了监狱，而我废人，我们家自然是风光不再。怎么可能？迟恒只是个大学生，他怎么会？父亲的腿也是他找人敲断的。什么？舒然，你就真的不怕他？像他这种自小就缺爱的人，有着病态般的占有，他的偏激疯狂能把你撕碎。如果你怕他报复你，我可以帮你送你离开。我不怕他，正因为他从小缺爱，他才比任何人都懂得珍惜。傅林哥，我就不等阿姨回来了，迟恒还在等我吃饭呢。林哥，你先放开我。你突然就变聪明，可惜，逃不掉。喂，盛舒然，你再不回来，我要饿死了。傅林，你放开我！傅林，你把盛舒然怎么了？来你最害怕的地方，我就饶他一命。他也没事儿。价值。第一次反抗，就送了我这么大一份礼物。你知道志恒为什么迷恋你吗？
因为你的这双眼睛干净的，让人想弄脏。我要是敢动我，不放过你的。你好好的把这些小物，他妈就在这个位置被傅正川逼迫吊死的。那他就在那，当时他就在那眼睁睁的看着。你知道诗恒小时候为什么情绪总是不稳定吗？因为我让佣人把这张照片挂满了他的卧室。你真恶心！傅真川每年生日的时候，你都会送他黑胶碟，你就不恶心吗？诗恒没跟你讲过，傅真川每次虐待他的时候，都会放你们乐队演奏的交响乐。傅正川会跟随着交响乐的节奏，一下一下抽着诗恒。你说诗恒每次看到你送的礼物都是唱片，他会不会难过的要死啊？你真是个废物！小时候欺负弱小，长大后利用我才敢威胁他。你不是废物是什么？你不过就是傅正川惦记的老弟子，你有什么资格羞辱我？傅正川和志恒都得不到你，哥哥就办了，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废物啊！傅林，傅林，有什么冲我吗？疼吗？对不起，我不该骗你。那姐姐要补偿我。你俩在这调情啊？是，跪下磕头，我饶沈舒然不死。费了半天的劲，就是想让我下跪。你再自废双腿，把正川集团还给我。傅林，你怎么年纪越大越没用？红子，你要干嘛？我把我的命赔给你，好不好？这他妈是个疯子！你要烧死我们所有人啊！
姐姐，不管是生还是死，只要有姐姐在，就行。疯子，你真他妈是个疯子！沈主任，你早晚会死在他的手里的。姐姐，你不怕我？你以后要是再敢干这么危险的事儿，我绝对不会原谅你。姐姐，我的命早就已经拴在你手上了。我们的命在自己手上，不在任何人手中。池阿姨，池恒现在非常非常优秀，你可以安息了。他不爱我，傅振川强奸了他，才把我生下来。如果没有我的存在，他本该是一名育人自己的教师。你看，这一道道的身高测量线，他是爱你的，才会在有限的条件下记录有关你的一切。徐主任，谢谢你。傅振川被保外就医了，正好，8月26号，我有份大礼要送给他。姐姐，你愿意陪我一起给这一切画上一个句号吗？眼秋啊，你儿子没让你失望，你可以安息了。小叔，
原来你就是我妈心中的白月光，怪不得你想弄死傅振川。什么时候发现的？那天我问你有没有软肋的时候，你犹豫了。你像燕秋一样聪明。我要回老宅了，顾振川你自己处理。振川集团，你不要了。我那是哄你的，老子只想振川死。啊，祝你幸福，燕秋的儿子。哟，父亲在看什么呢？唉，可惜啊，这件只是个赝品，您的那些真迹早就被法院拍光了。然然，回来怎么不跟叔叔说一声呀？父亲，振川集团25周年快乐！只可惜，这一件是真品。要是你把它给卖了，足够您养老吗？这个白眼狼！我如果当初不把你接回傅家，还送你进了公司，你早就饿死在路边了。把我接回傅家，只不过是你的养狼计划，来刺激那个扶不上墙的长子罢了。这就是你联合傅青珠搞我的原因。就你也值得我费尽心思的搞。你可以打我，骂我，你对我做的所有的一切，我都忍了。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把你的魔爪伸向沈书然。你不是想知道我成人礼那天发生了什么吗？我告诉你。不要！我不允许说，不能说。敢做敢当，不是您教我的吗？成人礼那天，你回来了，你还穿上了傅盛川为你定制的旗服。没生日冉冉，来陪阿姨喝一杯。最近生活怎么样？挺好的。然然，酒量不错，挺能喝呀。嗯。后来我看到傅林把他房门的钥匙丢给了傅振川，我担心你会出事儿，我就翻窗把你给接走了。
没想到沈爱也参与了。那为什么我醒来会出现在国外？因为那种药只有国外才有解药。我麻烦小叔把你送出了国，因为药效过猛，如果不及时医治，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你只是失去了一段记忆，已是万幸。冉冉，冉冉，金阿姨跟我离了婚，回乡下，傅林进了精神病院，我现在只是一个可怜的孤寡老人，我还能对你做什么呀？请你看在我这么多年对你有养育之恩的份上，原谅我行不行？像你这种人渣，也配得到原谅？来人，给他收拾一下，周年庆要开始了。等一下，把唱片拿过来。你干嘛？不要啊！不要！不要！不要！让他住手！住手啊！住手！让让，够了够了！我求求你了，给我留最后一张做纪念行不行？求求你了！纪念？纪念什么？纪念你虐待池恒的快感吗？你都知道了。对不起，不知道他在我的演奏中虐待你。没关系，我姐姐正在心疼人家。就得把全部的爱都给你。我早就知道你心思不纯，我现在真后悔当初没把你打死！你这个畜生！你才是畜生！石恒是我的全部。笨蛋，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因为姐姐喜欢干净，所以呢，把那些脏的、乱的，全部都挡在外面了。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一定要开心。感谢大家陪我一起见证正川集团的葬礼。感谢大家陪我一起见证正川集团的葬礼。
不是这么意思，这人不装。逆子，你把老子的心血给卖了！自我介绍一下，常州集团的总裁就是鄙人。不是是，对呀，你不然他是啊。25年前，你利用盛书然父母的死亡赔偿金创业，他唯一的孩子，却被告知父母都是普通人，父母留下的基金，更是1分钱都没有拿到。对，认识你。所以盛小姐父母的车祸其实是……所以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物归原主，公司改为原名盛世集团。改成盛世。对啊。小何，没必要。盛书然，努力了这么久，就是为了今天。富士集团。会长东西，逆子，畜生！猪肉！该在姐姐面前走我。真川，你往后的余生，就在我母亲去世的房间里陪葬。操，洗不干净了。小何，别洗了，脏了，你就不喜欢我了？脏就脏了呗。脏了，你会不会就不要我了？姐姐，我改，我会变成所有你喜欢的样子。你说你喜欢干净，那我就会一直干净下去。你什么样子我都喜欢。衣服脏了，咱们再换一件就是了。去哪儿坐着等我。 너를 그저 바라보다 소리 없는 눈물이 흐르죠 익숙했던 그리움이 떠오르고 마주했던 기억 저편에서 조금의 미련을
小时候，我第一次给你吃的糖果糖吃。用小时候的手绳、手链，你都保留着。在我关禁闭的时候，这些东西可以代替你陪着我。你怎么会有我的黑胶唱片？这是你第一次获奖的曲目，我从傅振川那里偷过来的。什么时候？有一次半夜我发烧，你偷偷翻进来给我喂药。傅振川下手是真狠，我差点以为我要死了。川，我开玩笑的。傅振川年纪大了，手上也没有劲，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一点都不疼，我一点都不疼的。没想到只能走到这，看你湿了眼，我到底该说什么？怎么回事？你不说我自己去问。我把你送出国之后，傅振川计划泡汤，他想淹死我，幸好小叔及时赶到，救了下来。我怕他再弄死我，所以就写下了这份遗嘱。Do you ever feel second in? Don't know where to go. In the air, my memories roam. Faces on my road. Take a long way home. But home. 时候，我不太会接吻，但是你要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会推开你。那你可要叫的细心一点。不对，你得改口了。
有多久时间忘